荒漠甘泉3月18日，馬可福音15章第5節，耶穌仍不回答。聖經裏邊有一幕涉獵人心嘅景象，就係當創造天地嘅主企喺誹謗佢嘅人面前一言不語。其實佢可以運用佢嘅大能，向佢哋怒目而視，去責備佢哋，甚至立刻讓佢哋倒喺佢腳前。但係上帝嘅兒子冇咁樣做到，佢反而不動聲色，任憑嗰啲作惡人任意妄為。佢豎立喺神嘅陣營中，作無聲嘅羔羊。事實上，當我哋鎮靜不動嘅時候，神就有機會替我哋工作。佢賜俾我哋平安，呢一種嘅鎮定係停止我哋自己嘅張羅同埋報復，並且摒除咗我哋自己嘅智慧同埋謀慮，讓神以佢信實不變嘅愛替代我哋嘅回應，阻止咗啲殘酷嘅攻擊。多少嘅時候，神唔介入我哋，係因為我哋要自己伸張，要用自己嘅智慧同埋能力嚟自衛。而事實上，神已經賜咗俾我哋加密嘅力量同埋自制嘅靈㗎喇。宣信博士曾經講過，當塵世嘅擾攘熱潮過去之後，人們將會懷念我哋，好似我哋懷念露珠、曙光同埋太陽一樣，仲有萬峰同埋各各他嘅羔羊，以及溫柔聖潔嘅天堂之家。願神祝福你。